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对。哎，在这里啊。这台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不砸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当跟他一样的烂人。这样想也好啊。走，带你去走走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换我。哦，好，我来。又大力一点，看到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。好了，走了，半小时哎。哦，好了，老板，这给你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很看哦，现烤鱼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伯爵奶茶吧。老板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，要不要？东西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，是不是不好吃？好啊，开玩笑。好吃哦。好啊，蛮不错的。再让我睡一下好了。没想到你的制服我穿起来还行哎。哼，没有太小就好了。哎，只是裤子短了一点。没事啦，可以穿就好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家早餐都吃这么丰富啊？对啊，我们家平常都吃这个。你快吃吧，天气很冷。不行，这么没东西，我先拍起来。我开动了，快吃吧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哎。多吃一点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收到。那这个耳机想送给你。这不是你很喜欢的吗？不要啦。你戴戴看呐。真的假的啦？你会戴吗？你插错边了啦，不是那边，我帮你戴。而且这个耳机要先放到脖子上，这样子，然后白色的部分在右边，
有插进去吗？你多吃一点。谢谢。那我先回教室上课了。啊，好。发现其实你没戴眼镜比较好看。谢谢。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喜欢早餐的话，欢迎随时来我家。OK。走吧。拜拜。各位同学看过来，2年2班陈俊威确定参选学生会会长，现在要送大家东西，快点，要抢要快，要拿要快哦！要我当选的话，学校厕所换成免治马桶，免治马桶，是5G 基地台5G 基地台，大家要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同学来，免费红茶哦。记得支持陈俊威哦。陈俊威学长，我觉得你看我超帅的。每个人都有，记得支持陈俊威哦。谢，可以。这里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3，支持陈俊威哦。一起加入我们吧。好，谢谢。瑞瑞，你今天很帅哎，要不要喝红茶？你确定吗？林奈米，有事哦。跟我跳好不好？是我喝的，不能发吗？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干嘛？看你今天真的怪怪的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没有啦。你昨天晚上去哪？去朋友家室内玩啊。朋友？哪一个啊？你不认识啊？你哪一个朋友我不认识啊？好啦，改天介绍你们2个认识。那干嘛不来住我家？我家很大哎。好啦，你搞意思。旭章他影片突然爆红哎，怎么办法理解？会不会是为了圈粉丝才自己 po 上去的？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很熟哦？猜的啊。